金城外围仔建筑。辛伯正甲法国人2月落勘察地势了后，决定伫三群新起造炮台，买手请法国工程师马赫图来设计监工。这个炮台是咱市政规模上较全的，外围仔有外河沟，完整一轮，嘛号做护城河。外河沟西平面有起一条暗沟仔，通去安平港。大流水的时，海水会为暗沟仔流入来外河沟。若安尼，小流水的时，暗沟仔的挂会将暗沟仔喙踢掉咧，所以海水袂阁流出去。这款设计真厉害，外河沟规年通天拢有水，而且水面通依次固定遐悬。外河沟3.2公尺深，平常时水约略2.2公尺深。外河沟较矮的所在是12.9公尺宽，较宽的所在有9到19公尺宽。外河沟顶面有一条插棒桥接去城门坑。这条插棒桥挖城门坑迄边有一部分是吊桥，会当扭起来。吊桥扭起来了后，会当甲外口完全隔开。不过，吊桥已经改做红门土桥啊，无法度阁扭啊。因为安平西平面是海，所以伫炮台东平面的墙围顶面起一座磅空式的城门坑，成做炮台主要的出入口。这个城门有7公尺宽。6.2公尺悬，中城门坑有4公尺宽，上少21公尺遐深。城门坑外口迄面顶头有一块匾，写“液带金城4字，清国光绪元年辛伯正刻名的。清国光绪元年是1875年。具体按算6个月炮台会当完工，建筑材料煞马运送拢有钱着。搁因为起造的人零定国债钱，一直延到1876年才完工。建筑经费本正按10万两尔，增加到大约13万两。城门坑内底迄面嘛有一块匾，顶头写万楼底条，同款是清国光绪元年辛伯正刻名的。金城面积总计有3.7甲宽。4颗链长设一链有576公尺长，会当互清5个兵仔伫内底操练。起好了后，伫清法战争甲老英福抗日战争的时，拢捌拍炮过，确实有护卫台湾的路用。